在1986年，有一位作家叫做林永敏，伊认为讲爱来保存台语文化，伊也写一首真出名的歌曲，叫做《唔通嫌台湾》，来表达台湾文化语言受人压迫的情形。经过岁月的流转，现主时的台语遇到什么款的困境呢？咱做伙来看卖。万爱祖先，请你唔通嫌台湾。唱出当初家己参与社会运动写的歌，这条《唔通嫌台湾》是林永敏老师伫1987年写的歌词。伊唔但关心国家社会，嘛足早就开始使用台语文来写作，推动台语文化运动。86年的时阵，我有几个朋友吼，才开始写文章，一直要来推动这个运动，吼。然后87年，1987年。我哋办杂志啦，办杂志来推动这个母语运动，尤其台语写作这个运动。除了台语的文学作品，林永敏阁捌写过剧本、编过字典，写过台文输入法的电脑程式。伊讲，任何思想拢爱透过语言这个媒介，只有台语才会当完整表达台湾人的感情甲想法。原底社会语言就是台湾话嘛。所以你若用台语啦，尤其要创作文学啊，要用台语来创作的时阵，都上肉，表达会水啦，表达会准确啦，这是文学爱要求的。伫林永敏30多种无同的文学作品当中，其中9000行11万字的言之类是台湾文学史目前为止上长的诗，而另外一本《菩提相思经》嘛是台语文学目前上大本的长篇小说。本地都有兴趣，所以慢慢写。看因的作品，然后来学习，来创作安尼。伊的作品足济啦吼，伊的作品，比如讲，诗啦、散文啦，吼，也是讲评论啦、剧本啦，足济项拢有啦，吼。我会记哩，我第一届买伊的册吼，是买一首诗，吼，迄是写诗的基础啦，吼。我本身也爱写诗，所以我第一本买就是买伊的一首诗。推动台语文学运动已经30多年，林永敏到当由源不断透过各种方式来推广台语，甚至家己办比赛，鼓励囡仔学习台语文。阮咧做迄个花金菇儿童台语文学，杨敏老师讲，伊做策划，我来执评，吼，我着。其实工课嘛足济，毋过呢，做较足欢喜心的啦。咱做台语的代志，咱拢足欢喜的。林永敏嘛观察到目前囡仔学台语的一寡问题，伊表示现主时台语教的拼音相过复杂，学习者华语甲台语的逻辑常常相落，严重影响到台语推广的效果。就若会当甲英语吼，会拼法，迄个发音法啦，迄个符号甲英语。是人讲一致去，甲华语一致去，人客语其实好学的就是安尼啦，客语同甲英语甲华语一致啦，台语就跳伫要用个无共啦，跳伫用个无共，则变歹学去啦。林永敏表示，语言是文化的基础。目前为政府甲民间，虽然豆有愈来愈重视台语，也是有真侪需要努力的空间。伊嘛希望未来国家会当尽量鼓励各种台语文的创作者，互台语文化会当成做生命内底的一部分。趁讲咱即摆还佫会府来救啦，还佫会府救伊啦，哈哈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